各位聽眾大家好，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最近發佈咗一份關於一國兩制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嘅白皮書。白皮書一開頭就講得好清楚，安全係發展嘅前提，亦係我哋老百姓福祉嘅保障。如果冇安全，就談唔上穩定。回顧翻歷史，自從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中央政府一直都致力建設一個繁榮穩定嘅香港。但係樹欲靜而風不息，反中亂港勢力同埋外部敵對勢力，從來都冇停止過搞破壞。佢哋不斷挑戰一國兩制嘅底線，妄圖將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者半獨立嘅政治實體。特別係基本法第23條立法，因為種種原因長期受阻，甚至被妖魔化成為禁忌。呢個情況令到香港喺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出現咗好大嘅法律漏洞，就好似一座完全冇設防嘅城市咁，俾咗班亂港分子有好大嘅可乘之機。正正因為呢個缺口，破壞活動越演越烈。由2014年非法佔中、2016年旺角暴亂，發展到2019年嘅修例風波，香港面臨回歸以嚟最嚴峻嘅挑戰。當時反中亂港勢力勾結外力，搞港版顏色革命。佢哋鼓吹港獨，叫囂武裝建國，黑暴肆虐，周圍打砸搶燒，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甚至有人公然侮辱國旗國徽，衝擊中央駐港機構。當時嘅香港真係被破壞到面目全非，市民嘅生命財產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特區政府單靠自己嘅力量已經好難控制到個局面。喺呢個危急關頭，中央政府果斷出手，依照憲法同基本法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終於堵塞咗國家安全嘅漏洞。事實證明，國安法唔係咩緊箍咒，而係保衛香港嘅護身符。香港終於由亂轉治，走向由治及興。維護國安歸根究底都係為咗國家好、香港好、大家都好。有咗安全嘅護航，一國兩制先可以行穩致遠，香港嘅未來先會更加光明。